伫咧台南举办一天的家当入石榴木雕修复师体验活动，用台湾府城隍庙收藏86年的昭和12年明良鼎下道做教材，由木雕师傅带学员实际操作修复流程，也进一步了解文化资产的重要性。 学员固伫咧顶下道头前，先观察顶头的图样、花鸟甲人物倒位有气角，落尾对着西花骹步，甲要修复的所在黏字笔纸、减描画形，这是修复进程的基础工。学员修复的是有86栋历史的昭和12年蒙陵顶下道，因体验做一工家当入石榴木雕修复师。了解到讲，伊即个家当入石榴吼，原价到底是安怎来？他们是怎么样子修复啊？然后修复的过程会有多么辛苦？这个物件要去揣摩出来，迄是最重要。因为修复的工作大部分拢做甲一个知影人个去雕刻尔，啊，毋过你知影雕刻，毋过你毋知内底伊的内底的内容是啥物物件。老手问讲，家当入石榴是府城特有的工艺，利用家当甲石榴两种质地甲定度不同的木材叠落去的技术。这摆活动学员除了学到艺品制作的知识，嘛体验修复过程的趣味。另外，庙方表示，庙内有丰富的文物，上快出名的是府城四大名片甲大算盘，伊嘛安排专业的老师甲学员做详细小解。香炉啦，金炉啦。花干啊，一寡物品啊，拢有保留啦，拢伫迄个文物馆做展示。为了要推广宗教观光，台南市管理局甲木雕师刘进文合作，头一届规划深度宗教文化活动，木雕修复师体验一开放报名就满。管理局表示，未来有规划要甲台南的文化、工艺甲观光做结合，推无共形态游程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